我是州眾議員鄭永佳。今天是星期六。我現在在第5大道和第80街交匯處的一家街角披薩店外。今天天氣真好，所以我想總結一下我們這週的工作。在奧爾巴尼，我們剛剛通過了2項延期法案，而不是完整的預算，這不太好，因為除了紐約市以外，其他地區都依賴這份預算，他們需要制定計劃，弄清楚有多少現金流，以及這些資金對市預算的重要性。所以我們剛剛通過了2項延期法案，下週我們可能還會通過至少1項，甚至2項。我不知道我們最終能否拿到完整的預算，但我知道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個爛攤子。到目前為止，我一直在推動公共安全方面的工作。有一項法案 A5876 叫做巴雷托法案，叫做埃弗雷恩·巴雷托。事情是這樣的，如果一個無證駕駛2輪摩托車的人撞死了人，無論他是否持有駕照或車輛未註冊，都將被視為4級重罪，而不是輕罪。這就是我把這項法案命名為巴雷托法案的原因，因為不幸的是，一位2戰老兵的祖父就因此喪生。其次，教育。教育本身，現在發生了什麼事？我們不能把紐約州高中畢業會考 Regents 考試等同於大學學分。州教育廳的委員會想要取消紐約州高中畢業會考，但我相信紐約州高中畢業會考，因為它涵蓋所有年級。我希望學生可以選擇透過紐約州高中畢業會考獲得高中畢業文憑。如果你參加紐約州高中畢業會考，我會給你3個大學學分，像是紐約市立大學 CUNY 或紐約州立大學 SUNY 的學分。如果你在紐約州高中畢業會考中取得90分以上的高分，你還可以再拿到3個大學學分，總共可以獲得6個大學學分。麼這位集很重要，因為紐約州北部可能沒有 AP 大學先修課程，可以獲得大學學分。這不公平。在紐約市南部，是的，我們有很多學校開設了 AP 課程。為了公平起見，紐約州統考 Regents 考試在全州範圍內統一進行。這是紐約州北部和南部學生透過參加統考獲得額外6個大學學分的一種途徑。最後，我想談談，就是住房負擔能力。我之前提出過一個提案，現在正在起草一項法案，利用紐約州抵押貸款管理局 SNIMA 推出一項40年和50年期抵押貸款計劃。你能想象嗎？所有抵押貸款的期限都是30年，現在把期限延長到40年或50年。我知道利率會更高，但你知道嗎？這意味着你的月供會降低，這會促使很多人買房。這項計劃涵蓋全州，所以這解決了住房負擔能力的問題。而租屋收入，你沒有信用記錄，也無法累積任何資產。但買房，即使要背負40年或50年的抵押貸款，還能抵稅，這給了人們擁有住房而不是租房的選擇。這就是我想說的全部。謝謝聆聽。